要来关心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，这个疫情继续拖，那是泰国甲日本也阁有确定的病例。另外，这个越南嘛有2件可能的案例。咱疾管署派2个专家来到中国武汉拜访视察，拜三已经倒转来到台湾，判断讲在地可能有人喂人的风险。疾管署宣布，为今仔日起提悬武汉旅游疫情的警戒到第2级，也毋过暂时未限制台商往回台湾。 中国武汉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到今也未压落来，台湾疾管署嘛派2个专家过去，那去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有受肺炎病人的病院、甲卫生健康委员会伫交流的过程，嘛知影武汉41个病人内底有2件厝内人做伙围着的案例，只能够知道说有一些人他们其实感染的来源是不明。 所以这样的情况底下，当然我们对于这个疾病的防治，也许就不能够太局限。 说，一定是华南海鲜市场。防疫医师讲，第一件是一对翁仔某，头的伫疫区华南海产市场上班，不过因某因为行动无方便，无去过市场，想未到伫头的出现镜头了后，让5天嘛去挖着，怀疑是伫厝内挖着的。第2件是爸爸、后生甲孙仔3个人拢伫华南海产市场上班，不过病压起来的时间让真短。专家认为2件拢有可能是有限度的人喂互人的情形，因为当地超有3成的患者感染源也未查出来。台湾疾管署嘛宣布提悬武汉旅游疫情建议到第2级的警示，不过未限制当地台商回来台湾。到目前为止的感觉上是说，病程的进展是比较慢的，相对死亡率比较低的那种感觉。 因为数据还很少，那时间还不够多。中国附近的地区甲国家疫情嘛拢真紧张。泰国13号确诊1个病例了后，日本16号嘛出现头1件确诊的案例，患者毋捌去过华南海产市场。另外，越南嘛传2件可能是的病例出来。目前台湾疾管署继续针对直航的班机做定期的检疫，已经执行26个航班啊，拢无出现任何确诊的个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